深夜万籁俱寂时，你是否也曾独自面对耳边那阵不属于现实的无声交响？有时是成千上万只蝉蝉鸣不停，缠绕耳际无法摆脱；有时是老旧火车扎过铁轨，沉重的金属摩擦声轰隆隆钻进脑海。还有些人听到的是高频电流声，像老式电视机关机后的吱吱声，绵延不绝，没有尽头。在我的诊间，几乎每天都有这类患者坐下，他们眼神里满是疲惫与绝望，开口尝试，医师，耳朵一直嗡嗡响，快把我逼疯了。大医院的听力图、核磁共振都做过，医生说身体没问题，但我晚上根本睡不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每当这时，我都会告诉他们，西医检查不出问题，从不代表身体真的无恙，耳朵本身可能没坏，真正出问题的是通往耳朵的通路。今天我们不聊深奥理论，就当一回身体侦探，跟着耳鸣声追查被忽视的交通堵塞悬案，最后找到藏在身上的静音开关，让脑中呼啸的火车悄悄驶离。说到耳鸣，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肾虚，毕竟中医古籍有肾开窍于耳的说法，于是大家急着找补肾良方，6味地黄丸、黑芝麻、何首乌通通用上，像一场全民补肾运动。但我要说一个临床真相，10个耳鸣患者里9个不是单纯肾虚，甚至很多与肾毫无关系。盲目进补不仅无法安静耳朵，反而像网燃着的大火添油，只会让情况越烧越旺。这就像大楼顶楼水塔没水，你可能以为是水压不足，急着开加压马达，却没想过是地下室到顶楼的水管被泥沙铁锈堵住。不清理堵塞的水管，反而加大马达压力，水管可能在脆弱处爆裂，造成更大麻烦。我们的身体也是如此，耳朵是水塔，经络是输送气血的水管，水管堵了，气血送不到耳朵，水塔就会发出缺水警报，也就是耳鸣。把所有耳鸣归咎于肾虚，认为是源头水压不足，是常见且危险的大误区。既然不是肾的问题，真正的凶手是什么？现在请你摸一下耳朵周围，这片小区域藏着3条穿过上半身的能量高速公路：手太阳小肠经、手少阳三焦经、足少阳胆经。不用记复杂名字，只需知道它们都和耳朵紧密相连。小肠经从小指尖出发，沿手臂向上绕到脸颊，最后一条支线直接通入耳朵。三焦经从无名指尖向上绕耳朵后方，再通到额头。胆经从眼角外侧开始，紧贴耳朵前方，沿身体侧面延伸到脚趾。这3条经络要么通入，要么环绕，要么紧贴耳朵，是供应耳朵营养和能量的主要干道。只要其中一条发生交通堵塞，气血滞留，耳朵这个敏感感应器就会立刻拉响警报。而现代人的生活习惯简直是为堵塞这3条路量身打造的。先说熬夜，晚上11点到凌晨3点是胆经和肝经的修复时间，毕竟肝胆互为表里，你不睡觉就是逼这2条经络加班，肝火胆火不断上冲，耳朵怎么会不轰鸣？再说压力与愤怒，每次生气、焦虑、抑郁都会导致肝气郁结，肝气一堵，胆气跟着上逆，这股失控的气流沿着胆经往头面冲，耳朵自然首当其冲。还有饮食不节，一杯冰饮下肚，脾胃运化功能瞬间被浇灭，无法代谢的水湿聚成痰湿，堵在三焦经，让耳朵闷胀不清。小肠有热也会沿经络上攻，引发耳中炎症。你听到的各种声音根本不是真实声音，而是堵塞的气血在耳边发出的撞击摩擦声。治耳鸣从不是压制声音，而是少前进堵塞的路，路一通，能量顺畅，声音自然消失。这就像房间有臭味，不开窗通风，反而疯狂喷香水，只会让味道更难闻，没解决根本问题。讲了这么多，解决问题的钥匙在哪？这个能打通堵塞，让耳朵清静的静音开关就在耳朵前面，它叫听宫穴。宫有核心之意，听宫就是听觉的宫殿，它是手太阳小肠经进入耳朵前的最后一站，也是最重要的闸门。为什么神奇？那听宫穴到底在哪？现在跟着我做。先找到耳朵前面那块软骨凸起耳屏，它像小屏风挡在耳道口，闭上嘴巴，用食指按压耳屏正前方，会摸到坚硬的下颌骨，没有缝隙，这就是大多数人找不到穴位的原因。
接下来张开嘴巴，尽可能张到最大，指尖下的骨头会咔嚓前移，原本坚实的地方出现凹陷，这就是听宫穴。我必须强调，闭嘴时没有听宫穴，它是动态穴位，只有张嘴才显现。很多人按摩无效，就是因为闭着嘴在骨头上摩擦，没碰到真穴位。从专业针灸到居家按摩，总有适合你的。第一种是针灸法，需专业医师操作，效果最快最直接。操作关键是患者一定要张大嘴，最好用小毛巾或牙科开口器固定，确保穴位暴露，避免扎针时闭嘴带来危险。我见过病人扎针后不自觉闭嘴，上下颌骨像钳子一样把针夹弯，又危险又痛苦。针刺深度要垂直刺入1寸，约3.33公分，轻轻捻转或提插进行平补平泻。留针千万不超过10分钟，别用蛮力掐。时长和频率，每次3到5分钟，每天2到3次，以温热舒适、热力能渗透为度，别烫伤皮肤。每次艾灸5到10分钟，每次30到50下，给予持续刺激。这些方法不难，关键在准和恒。准是位置要对，一定要张嘴；恒是要持之以恒。身体调理不是一蹴而就，别指望按1天就药到病除。单靠听宫穴能解决很多人耳鸣，但如果问题顽固或伴随耳朵流脓发炎，就需要启动系统作战方案，从单点突破升级为全面围剿。第一步是外部清扫，清理战场。如果耳道潮湿、流脓、有腥臭味，说明战场被污染。光打通经络不够，要先清洁环境。古代中医用麝香矾石散，麝香穿透力强，带着药力直达病灶。矾石能收敛燥湿、杀菌，研成细末吹入耳道，能让耳道快速干爽。现在麝香管制难取得，可用冰片、硼砂、枯矾替代，按3:3:4比例混合研磨成末，同样有清热、燥湿、消肿、止痛效果。注意事项：使用前先清洁耳道、耳膜穿孔，千万别擅自用，要先经医师评估。第二步是内部增援，辅助穴位联动，根据体质配合其他穴位按摩，效果能事半功倍。肝火旺盛型耳鸣，声大伴口苦，易发怒，加按脚背太冲穴，在大拇指和第2脚趾缝隙往上推的凹陷处，它是熄灭肝火的消防栓。肾经亏虚型耳鸣，声如蝉鸣，伴腰酸怕冷，加按脚踝内侧太溪穴，在内踝后方凹陷处，是补充肾经能量的加油站。痰湿困阻型耳鸣，耳鸣时头重，伴胸闷痰多，加按小腿丰隆穴，在外踝尖往上8寸，胫骨前缘外侧2横指处，是化痰祛湿的抽湿机。第3步是后勤保障，改变生活方式，这是最根本重要的一环，不能一边打仗一边切断粮草。首先是睡眠，一定要晚上11点前入睡，让肝胆经络好好修复。其次是饮食，戒除冰饮、甜食、油腻、辛辣食物，这些是产生湿气和火气的制造机。最后是情绪，学会管理压力，疏导情绪，怒气和焦虑是堵塞经络最快的毒药。中医讲究标本兼治，刺激听宫穴是治标，快速缓解症状，调整体质，改变生活习惯是治本，防止问题反复。其实我最想传达的是，很多人以为中医是玄学，讲气血经络看不见摸不着，但事实上，中医是关于系统和平衡的生态学。耳朵响不是零件坏了，是身体生态系统失衡，是错误生活方式累积的结果。像冰山浮在水面的一角，水面下是熬过的夜、生过的气、喝过的冰饮。耳鸣不是敌人，是身体最忠诚的信使，用这种方式拼命提醒你，主人，你太累了，该休息了。而听宫穴是身体预留的对话接口，张嘴按压它，是在回应身体，我听到你的提醒，愿意改变。很多时候，疗愈就始于这一念转变。我行医数10年，见过太多人愿意花巨资做昂贵检查，吞有副作用的药物，却不愿早睡半小时，放下手机深呼吸，少喝一杯伤身冰饮。他们用最复杂的方式对抗最简单的道理。其实身体需要的不多，只是一点尊重和顺应。你顺应它的节律，它就回报你健康。如果你正被耳鸣困扰，
今晚睡前关掉手机，坐下来张开嘴，用指尖找那个神奇凹陷，轻按3分钟。不用期待奇迹，但要相信这不只是物理动作，更是与身体的深度和解。也许明天醒来，纠缠多年的嗡嗡声已悄然退场，世界回到应有的宁静。记住，最好的医生是自己，最灵的开关在耳前，你只需愿意伸出手打开它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关于耳鸣，你有什么经历或疑问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觉得内容有启发，别吝啬点赞，分享给在乎的家人朋友。你这个简单动作，也许能提醒他们重要的健康警讯，这真的很有意义。